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号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大高线马太安溪桥和大水冲破，并桥明仔载下晡3点会当提前通车。林波所人员无讲性命危险，出着崩山河上新的影像。美国地壳的冰推显示讲，若中共封锁台湾，拢可进口的台湾天然气国内的存量，敢若有法度挡11天。回答要伫台湾设总部土地阁有问题，中央强调讲，经个盘点考地，风声讲台北民生社区的商业园区机会真大。来看大高线马太安溪桥和大水冲破，本地按算讲15是会当来抢通的便桥，公路局透未抢修，宣布讲明仔载下晡3点就当提前通车，未来卖严格来监控，若开始落大雨，就会提前封路。工程车在工程现场将马太安溪的安康便桥铺点架，原本15才能通车的便桥工程进度超前。我们是铺完成面的，你们已经铺多久？几个小时了？昨天跟今天这样子。因溪底大溪便桥已经限制公户甲红林2名，7日下晡3点通车了后，小型车甲救灾车因通过变过细路，公路局也比较监控指挥。明天开放通车以后，我们两端的堤顶都会进驻监看警戒人员。当有一点点可能水位会增加的时候，就只出不进，封闭一小段时间哦。如果确认是安全的，我们才会再开放通行。第二阶段更便桥交通部表示，照原本进度，会伫明年农历春节进行通车。马太安溪崩山河逆流重创铁公路，代替港府联合会也发文示警，水退了真正见到才开始，因为第时间溪水引起铁轨路。坡的脆石因为把水送去，会互铁轨路结构失去稳定，若无赶紧来换掉，就会出现沉落效应，影响行车平稳甲安全。沉落现象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会让列车的这个行经，有一些行车安全或者是列车的损耗，应该要尽快的来做招标，然后让这个道闸尽快的去更换。其实被水淹没之后，为了要快速的让救灾的团队能够进来到光顾，我们马上让它通车。那道闸的部分是我们后续必须要处理的问题。该地公司回应，公库站场因为崩山河逆流造成道层污染有6个度，公司咧编列复旧预算，决定了办理现场铁轨路设备复旧工程。若清理作业无完成，公库站场列车限速30公里，确保列车运转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了解马太安溪崩山河的变化，林保署花莲分署有2队去现场勘查，2队拢已经落山了。队员是搬山过岭，真无简单，才法度行到崩山河的附近。这抓冒迄条水一踩的所在上新的状况。队员是讲崩山河附近拢是烂河，徛拢徛袂稳，嘛随时有可能会搁放弃。好佳在已经顺利完成勘查，平安回来了。现在在验测虎峰塌地，刚刚从上游因为支流有2个大的地形瀑布需要垂降。相关队员拄按溪沟直港来到崩落地，为了掌握马太安溪崩山河的现况，林保署花莲分署组一队特派队，行旧林道、帕拉路、野秀路，今日用5工半往回崩山河，摕到宝贵的资料。当地崩落严重，林海线长站无路通行，就要冒险直港。棱线是断头的状态，所以我们才决定走溪沟线，然后再做2段的落差的垂降，这样山体都还在不断的崩落当中，这样就显示说那边的地质或现在的条件状态是比较脆弱的。花莲分署的人讲，当地根本就无所在看守啊，敢会当挖口大石头还是碎树丛，20楼悬的断崖分一段一段直降，唔那爱碎而搁爱赶时间。开始那是跟卖命一样，对，因为那些我们都不晓得，我们上风又何时会有落石会下降，然后到遇到是最短的时间要到达又做事。目睭前水浅的马太安溪，伫普北崩落的环境内底，煞有一种拍远的美感。不过队员一步一步细腻啊行，大面积的崩落甲落来的石头，哪像是咧月球表面。上面都没有植被嘛，剩下白白灰灰的，就是有点像月球表面这样。我是听到伙伴的说法是这样子。冒险行伫路侧80米的碎石坡，来到马太安溪流域，水不加错流。若崩山河河边是连要徛在就真困难。一流口附近是烂泥巴，机器过去可能连那个移动都是问题。目前的状况会陷了。这摆行动结合东部搜救委员会甲山林专家，
初二开始打渣，初七落山，快速平安完成任务。中策会山南文化工作者张光成讲，爱感谢所有队员的专业。林保署讲，这个行动成功来确认林道到邦乐区的现况，和邦山河一楼的变化，和后续防灾的决策有重要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台海情势紧张，华尔街日报是指出，美国智库的兵推显示讲，台湾有9%的能源拢是靠海运进口。那中共封锁台湾，切断交通，咱台湾天然气的存量到发到冻11天。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会加欠一寡油料甲物资。另外，国防部今仔是发布114年国防报告书，强调讲，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那外岛受到无人机的攻击，会随拍落来。台海情势紧张，中共这几年对台湾发动大型的围台军演，想要封锁台湾。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智库兵推显示，台湾有97%的能源是靠海运进口，然后中共切断供应线，台湾天然气的库存只可能会当冻11天。要怎解决这个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讲，就会快速提升战备量能。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战备的这个能力啊，的存储的能力。那这个包括油量、弹药等等，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些战备准备的工作的韧性，我们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国防部伫咧强化轮性特别预算，有编1132亿，要加强油料甲物资的储备，并且参考美国、日本大量采买长效期的干仔水，不过一罐爱82块，预算要加8亿。那赢立委是无赞成，讲台湾是首次组建，水资源也真丰富，为什么国外对国华进口战备用水预算拢要抬掉？调也无共识，让东团协商。在台湾没有一家厂商可以做，只有日本或者少数国家有做。为什么我们是去买其他国家这样的水资源？我们不是只有单看美国，我们看挪威，挪威水资源也相当的这个充沛。那我想它也不是采公司作战，但是挪威也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长效期的一个饮用水的一个战备的一个存量。国防部初稿公布114年国防报告书，讲到中共对台采取普色地带混合威胁手段，亲像海警船加大侵扰的力量，中共演练准军事行动，以演台混等几多项军事威胁。外界关心中共伫咧咱相识国境了，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双十国庆前后这个动态呢，那目前我们在本部已经有在做这个相关的应处以及这个对应，那么也透过友盟的这个协助去做各项的这个情报收整。针对中共无人机侵扰外离岛，报告书内面讲到，国军有反制 SOP， 除了用干扰镜或者是步枪机枪来拍落来，国军也用多元广度买无人机的反制装备。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安全研究院举办的2025年台北安全对话将举办，总统赖清德早起伫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的陪同接见来台湾参加会议的外宾。总统是强调讲，威权主义挑战全球的秩序，嘛考验全球民主阵营的团结甲应变。这个时阵，台湾安全对话举办特别重要。这不仅仅是学术政策的交流，更是理念相近国家携手应变挑战、追求和平的重要契机。台湾站在威权主义威胁的第一线，希望凝聚民主伙伴的力量，促进印太区域的稳定发展。另外，明仔载相识国庆，立法议员庆单会会长顾乌龟斯带领的祝福团早起飞到松山机场了。今年是有28个成员哦。有媒体好奇讲，自民党新的总裁高市早苗讲有拜托会长写批，还是传话给总统赖清德。会长是今日表示讲，过去伊是要替总裁写的批来台湾。这个访问团嘛去慰问花莲灾区，嘛安排甲总统赖清德来见面。再来看，回答伫台湾要设总部土地是阁无法度确定，中央是表示讲会全力来协助。有风声讲台北民生社区的松南营区是选上，也毋过经济部长金明显是讲回答上介意的，嘛是树林科技园区的 T17甲 T18哦，即马嘛有真侪县市拢拍拼要争取。回答北市区总部有困难，中央出面表示讲，要全力协助回答伫咧台湾设总部。松南营区互认为是真有面的选项之一。周万讲伊的态度拢真清楚，只要回答的总部选伫台北，伊拢会和中央做伙拍拼。
其实只要会导总部选定在台北，不管是中央的地、市府的地、私人的土地，我们都会给予全力的协助。所以不管是谁的地，只要在台北，对台北就是加分。对。蒋万安讲，伫中央清点进程，市政府都已经带回答去看个上南野区。经济部长景明显讲，回答也是上介意T17、T18相关的法规修正，都已经送到行政院，卖继续清点其他适当的所在，互回答做参考。回答还是对 T17、18还是最喜欢嘛中央的部分我们会尽力来帮忙，其他的部分算是备胎嘛地点也未瞧好势，各县市拢一直出招，欢迎回答。台南提供高铁甲南溪特定区2块土地，高雄立委建议阿湾区扩跨的205兵工厂。新北市长侯友宜推荐基捷线 A 到边的土地。我们特别选了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捷运机场线的 A9 站的旁边，之外附地都是国有跟私有地，所以这个地的取得没有问题。包括第一，在沙仑的绿能科技园区，那个地方离高铁站就只有走路的距离，而且有土地产权很清楚，是完全是市府的土地。它的土地还相当的足够了它绝对能够创造出辉达总部最大的一个效果。T17、T18有问题，辉达总部的土地地下对赌。中央甲地方拢表达善意，目前台北市地理优势甲科技自路效应，依然是回答上介意的所在。最后到底是设伫什么所在？要等处理到最后专案确定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即马放无薪假的人数是愈来愈多。劳动部10月初上新的统计是有310间企业7755个人减班休困。有民间团体就呼吁讲，减班休困的通报应该爱法制化。部长洪胜汉是表示讲会来评估，嘛强调讲公司主动通报减班休困，绝对未公布企业的名。尊重台湾劳工，尊重台湾劳工。几个劳团去美国商会抗议，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台湾制造业等等的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劳工的收入受到影响。劳团呼吁美商都要善待台湾的劳工，嘛遵守台湾的法令。根据劳动部10月初的统计，受到美国关税影响，休无薪假的有310间公司，7755个人。立委批评劳动部完全无要以无薪假的趋势，根本是双输虚办。一定要有一定的评估，不是说不能有误差。那你的低、中、高你怎么判断？等下一定会说，我们会用最审慎的态度以对。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够精确，的确是让人家有一种丧事喜办的感觉。跟我说明，我们也看到蛮多产业界的评估认为，有可能关税的冲击，也可能还会有一些延迟。从政府的角度，我们都是去设想相对严峻的状况，我觉得这才是负责任。对。有立委质询的时阵讲，有接到陈情，讲有头家人暗砍休无薪假无通报，地主劳工的补贴是看有食无。针对这点，洪胜汉强调讲，要是鼓励头家人主动通报，避免影响劳工领补贴的权益。有关被放无薪假劳工，如果被隐匿的话，你们有办法去了解或调查吗？我们现在一直鼓励企业应该要出来通报。有些企业可能过去会担心说，他通报的话，他是不是名单会被公布？我们绝对，你通报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公布个别企业的名字。洪胜汉强调讲，面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劳动部有推动劳工就业通的计划，鼓励头家人请受到影响无头路的劳工，嘛有客制化斗智接的方式，也有就业奖励，协助劳工重新登去工课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林地检署，有警方加强查丧尸分段的卖毒集团。伫8月查到大盘，嘛查扣5800万的毒品，佮继续追查。嘛伫公寓、个人家厝查到有人的混装毒品嫌犯嘛已经向移送法办。警方伫咧惠林到啦，这间公寓掠到29岁姓地查甫人，提出来超出伊托米酯原油792公克，甲各种混装干仔。警方讲，伊托米酯俗称丧尸分段，因为混装真容易。最近查到藏伫咧大楼公寓甲名体混装厂，用传统的锅碗瓢盆加热，再加入相关的香料。甘油之后呢，它注入到这个空的烟弹壳之后呢，再用加热器就可以来做施用。所以现在我们警方为了打击这个丧尸烟弹，所以针对我们辖内的大楼还有民宅，隐身在辖内大楼或民宅的这些分装厂，我们都会来强力的扫荡来做打击。
为了要防止依托米质毒品的危害，婚姻的检警伫8月查到宋氏分摊大盘，高价搁再继续深入的调查，调查小盘贩毒网络，总共查到97件111个人，包括32个药头，加多甲有毒的人44个。32个药头也查获了5个毒品的分装厂。那所查获扣案的这个依托米脂的烟油2.5公斤里面，它可以做成市值4800万的丧尸烟弹来贩售到市面。这个可以供25000人次来吸食。现在丧尸烟弹造成毒驾，造成公共的这个危害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倍数可以说是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原来大概几百件，现在变成几千件警方讲，依托米脂是麻醉药物，有镇定催眠的效果，严过歹毒加入去电子烟油内面使用，造成鸡巴未受控制一直掉，也有意识混乱的症状。若是使用过了，人茫茫塞车，真容易发生车祸，会继续追查，保护民众性命财产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西区五环路甲五环西路口，今仔透早有一台轿车冲入去人的厝内，这个驾驶家己昏迷，佮造成伫这间厝1楼伫困的80多岁妇人人死亡，60多岁后生受伤。事故的现场路惨惨，涂骹拢是幼玻璃。这架蓝色的轿车掉伫人家厝内底，消防赶紧甲车门震开，甲驾驶救出来。伫车头前半排的下骹，阁有另外一个受伤的人，已经无生命的现象。台中市西区初到透早，一架蓝色的轿车为五环西路要倒弯去五环路的时阵，怎雄雄冲入去人家厝。迄当阵厝内有一对母仔囝困伫1楼的顶下铺，弄到的时阵，这个87岁老母是困伫下铺的，伤势严重，送病院也是不幸过往。若困顶铺61岁后生是感染轻伤。我们先从轿车的后车厢有先接触到驾驶，然后先把他救出来，然后同时再用那个我们车上的绞盘就把整个车子往后拖，然后发现说在车前就还有一个妇人，她他欧卡这样子。后生讲，因为老母已经坐岁啊，长久以来拢带做伙咧甲顾。9月份新的店面才打整理好势，重新营业。初到透早煞发生这件代志，那意外安怎发生的？伊讲事当时迄个赛车的驾驶已经唔知人，所以无法度交代。应该是因为那边有红灯，他应该要懂得停；有绿灯，他应该会减速啊。那一定是酒驾或是什么嘛？本分局已向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以厘清涉及酒驾或是毒驾的情事。第一分局表示，警方将全力调查事故原因，依法惩办涉案情事。警方讲，这个赛车弄入去的查甫人还咧昏迷，已经向检方申请鉴定，除了涉及过失致死。嘛要确定敢是有食酒赛车，或者是食毒赛车。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一档拨2亿5千万提供学生囡仔生理用品实施2档路，问题是阁未少。有性别团体就呼吁讲，会当来参考文化部针对16岁到22岁的查某囡仔，逐个月发1200点的月经费，互因家己去买生理用品。以我自己为例，我每月要使用约170元的卫生棉，吃掉90元的止痛药。经期需求不应该以贫穷线来划分。重视环境带来经济负担，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续成员，台大学生校事副讲，教育部自03年起推动大专弱势学生做学计划，爱纳入生理用品，暗过指引无清楚，正做稀释。伫中小学也是自03年8月起，教育部推动免费多元生理用品计划，部分县市也提供临时免费生理用品的措施。发放生理用品给不利处境学生，可能会造成标签化的效果。还有呢，生理用品还是非常的不多元，那定点取用也很不方便。性平团体甲立委表示，这型面出现生理用品缺少选择性、标签化作用，月经偏悬不应该是救助。台湾北港囡仔行动联盟搁一摆提出月经费政策，针对16到22岁女性发1200点月经费，作为生理用品消费抵扣来使用。希望从现在的补助，然后慢慢的可以走向普及到平权。对我们来说，16岁的女孩她其实已经是有自主权了，她可以完完全全的为自己做主。目前我们确实是聚焦在所谓的贫穷对象身上的一个物质的一个提供，所以我想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再做一些审慎的评估。月经费应提供经济补贴，佮确保查某囡仔身体自主权甲多元选择。到月时阵，要民众提供
将政策平台提限，短短4天就5000人连署。卫福部表示，尊重佮认同卫健部方向，会审慎评估，各伫11月16日时阵回应提限。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国庆开始3天的连假，气象署表示讲，台湾各地拢是好天，也毋过大台北地区阁有东部可能会落淡薄仔雨，西部的桃园以南拢是好天，过道山区的附近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预计在国庆连假，各地上大致都是比较晴朗稳定的，只有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东半部地区水汽比较多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其他地方温度还是比较高，并且要留意午后还是会有雷阵雨出现。气象署提醒，国庆连假若有拍算要去山区就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中昼出门天气拢会真热热。明仔载东部是落淡薄仔雨，西部的温度会真悬过道卖落雷公雨。未来这几天天气嘛是拢个真热热，温度是真悬，拢是热人的天气。该看逐冬的10月拢会透东北季风，台东地区的风背山拢真严重。避南溪有一寡风背山的设备，和最近规个风台拢渗歹去。环保局嘛表示讲，等下加强修理，嘛已经恢复4成咯，所以嘛提醒呼吸道敏感的族群最近出门就爱挂喙安。今年头一波东北季风已经到位，台东嘛进入风背山的时期。避南溪溪部规个大窟窟。透风了后，风背山全飞去市区，甲避南乡李家村。民众停伫路边的车，是一个下都全刷。就今天早上才这样子的，感觉过后面几天也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前段都是就是风沙了。因为台东县伫咧避南溪有乌溪堡做环，了后漏水落减少风背山。毋过伫咧花甲沙风台过了后，如果去有大水冲一个海了。为初7到达，一阵的东北季风吹来，就会开始营业。市区真侪民众透早就伫咧门口转水，互风背山较袂飞入来。毋过效果是真有限。环保局这2天做空气品质的监测，下晡的时段会测到营业的微粒仔高度真悬，已经有派水车去市区大量抓水。毋过要是爱赶紧互溪堡有水才会较有效，因为避南溪的溪堡面积真大，时间可能要搁15天才会修理好势。我们已经开始启动我们的应变的一个机制，例如说，我们会派潜水车会到街道去做一个洒水洗扫的一个动作。气象署预估，这几天台东的天气可能还是真烧热，避南溪溪堡真大湿，也会持续有风背山。环保局提醒耳根较敏感的民众，出门都要会记得挂喙安，较袂影响健康。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指出，讲若2050年要做到零碳排，咱政府应该先针对制造业佮工业排碳大户来减碳。环保团体今仔嘛宣布讲，要伫11月初1来办游行，招全民做伙来关心环境的议题。气候危机是全球拢爱注意的，有10个环境团体长期咧关注气候变迁的议题，要发起游行活动。嘛提出11项诉求来呼吁政府。有环境团体认为，10年至15年内，就要先对制造业、工业排碳大户来减碳，才有法度真正达成2050的净零目标。我们要跟劳工在一起去推动这个所谓的公正转型，真正落实的公正转型。国发会要协同各个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要提出所谓的国家公正转型行动计划。科技产业应该要转型，从用电大户转向产销者。政府如果没有有效的、负责任的去管理，这个科技的进步就会成为气候危机的帮凶。气候的变迁已经造成真侪国家受到严重的天灾，有真侪国家为着抢资源战争，造成人权、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问题。环境团体要求政府提升能源安全的自主，来减少能源进口。有青少年代表也讲，目前台湾的经济发展虽然真好，但是煞甲气候灾害、甲资源风险
拢放互未来的少年家去承担，这是无正义的。这气候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权危机。那气候变迁其导致的各种环境的劣化，包含水资源、耕地、可使用的土地之类的资源稀缺，它其实常常就是导致更多军事冲突、地缘政治危机的一个原因。谈开发的时候，我们习惯就是会以经济成长为核心指标，但是我们很少去计算说这些决策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对就是我们这些青年还有未来世代。环境团体要求政府提出合理的减碳目标和政策。坚守能源转型，嘛邀请企业、民众斗阵参加11月初1的游行活动，做伙站出来为永续付出行动。记者陈心彤、曾准佑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新总理勒克卢拜一雄雄辞职，无到一冬，法国已经换3个总理。法国的财政正歹，国会阁是少数执政，目前预算嘛卡关。总统马克宏是宣布讲，要伫48点钟内任命新的总理。也毋过有愈来愈侪人要求马克宏落台，有人嘛呼吁讲，赶紧来定选总统。马克宏因牵手，真大心甲伊西装半半咧。初七因伫咧爱丽社区迎接约旦王储欧星因翁仔某。马克宏是花头起面，毋过事实上，伫咧总理列克洛请辞了后，伊一直拢无公开谈话。2022年开始伊第2任期。即嘛面临做总统了后上大政治的风波，无到1年的时间，已经换3个总理，而且列克洛也是伫咧上台了后，无到1个月就宣布请辞。Je sens qu'un chemin est possible encore, il est difficile, et j'ai dit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que les perspectives de dissolution s'éloignaient et que je pense que la situation permet pour le président de nommer un Premier ministre dans les 48 prochaines heures. 伫咧即个紧张情势背后，是2006年度预算卡关的问题。除了有一寡改革并不受欢迎，包括退休金、退休的年岁等等的改革，还有一个欠缺绝对多数、强要捧袂行的国会。列克洛伫咧马克宏的指派之下，当咧甲中央偏左派或者是偏右派的政治头人讨论接班的人选，而且持续针对预算案伫咧国会协商。列克洛表示，即卖的目标是伫咧12月31之前提出2026年预算案。毋过，甲社会党革命的绿党已经公开讲，法国左派准备要接手做内阁。Renommer une énième fois un Premier ministre issu du camp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erait une ultime provocation. Ils ne tiendraient pas une minute, ils le savent, on le sait, tout le monde le fait, donc on va arrêter de faire semblant. La seule solution aujourd'hui, c'est un Premier ministre de gauche et écologiste. 绿党讲，若是无想要解散国会，或者是马克宏落台，唯一的方法就是共同治理，而且因已经向总理提出有可行性具体预算案，内容包括税收正义、健康、甲大等等以人民为主的政策。不过，针对马克宏无法度建立稳定的执政联盟，要求伊落台的声音是愈来愈大。Emmanuel Macron doit donc partir, une autre politique doit s'appliquer. 到咧马克宏顶一个任期，捌做总理的菲利普，伊伫接受电台访问的时阵嘛真无客气。伊呼吁马克宏伫预算案通过了后，就爱随落台，而且提早举行总统大选，嘛讲这才是总统这个位应该做的决定。不过目前上界紧急的问题是，即马年底就要到啊，伫咧支出超过收入的情形之下，甲民众的福利之间要安怎找到平衡？法国政治的局势，现此时就亲像搭伫咧雾内底芭蕾铁塔共款，会当讲是茫茫渺渺，搁无目睭。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再来看今年初，美国洛杉矶外海边的太平洋山坎社区大火，造成12个人死亡，有几啊千栋厝烧掉。检调总是宣布讲，抓到一个29岁西武部的司机涉嫌放火。发生伫咧9月前的这场野火，和太平洋段内社区到即马已完4月拢暂破，真侪家庭住伫咧临时厝或者是亲友的厝内，中间的进度正慢，心内创伤是更加搁较歹恢复。即马检方宣布，年初这场造成12个人死亡的大火，确定是恶意放火，嫌犯是29岁 Uber 司机。I lost absolutely everything. Everything, you know, and people don't think about the little things. Your favorite Christmas ornament that you got 40 years ago when one of the babies was born, or all the letters they wrote me from camp.
联邦检察官讲，嫌犯伫咧看年案，再人去刷了，登记太平洋断崖，暗时行伫咧研究报道，伫附近的山顶用手机翕，敢若是伊点火影片，了无久火就烧起来。所来一礼拜，火伫涂骹翕烧，一个切切透强风，火规个团开，将做洛杉矶这几年来上有毁灭性的城市周边野火之一。The complaint unsealed today charges the defendant with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by means of fire, a felony that carries a mandatory minimum 5-year federal prison sentence and is punishable by up to 20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检察官讲，嫌犯打电话报案的时阵，也佫用手机问 ChatGPT， 讲若是因为烟引起火灾，敢是算家己毋对。经过9个月调查，检察官掌握证据，包括嫌犯的手机录影、通话记录、GPS 定位，也佫用 ChatGPT 形成的一张城市导火图片。当局讲，虽然起诉无法度救回受害者家财产，但佫抓到嫌犯，至少讨到正义。Through this extraordinary team effort,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that the Palisades fire reported on January 7th was caused by an intentionally set fire near a viewpoint along the Temescal Ridge Trail in Topanga State Park on January 1st. 野火造成12人死亡，真侪人的厝被烧害。这么嫌犯被起诉，虽然无法度安打心内疼，也毋过对幸存者来讲，是重建甲复原的重要一步。当地民众讲，希望审判的过程会当互受害者甲家属一个交代，也希望社区会当赶紧行出阴影。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过来消息来看，桃园有一台 Uber 载人客户驶经过中立高铁南路的时，机场直运的铁基路顶头所有大板的树泥条落落来去撞到车。直运公司表示讲可能是长期拍力老化，7月已经开始来替换做白铁的零件，嘛会加强来锁护安哦。即马嘛会先规条路线先顺一遍，送去的就先换掉。车驶伫咧路的，突然间有一个大型的物件对顶头摔来，撼到因另外一个挡风玻璃。代志发生伫咧中立区的高铁南路一段机场积分高架桥下骹。迄当阵，即台 Uber 司机甲人客拢惊一个，因讲万一落来即个物件是定的，有可能甲挡风玻璃撞破，撞到人，也好加在毋是撞到奥多拜。当时我有在乘客就吓一跳，玻璃没破，就引擎盖有点小刮伤，还好当时车流不是很大，不然紧急刹车的话可能会有追撞。对有物件落来撼到车，同集运公司讲，有随主动联络车主慰问。调查结果落来物件是桥的伸缩旁集水带，主要是要甲河水倒入去排水系统。因为树林年久月深，日头晒了楼气脆化，也强调集水带落来是第一遍发生，会全部拢换做白铁啊，而且还锁好安。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会先检查，这个有风险会掉下来的，我们会立即拆除。提升这个整个一个捷运行驶的安全的话，我认为是有必要的。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它的后续维护一定要落实。集水带拢已经慢慢要换做白铁的材料。土质公司讲，自7月就开始换装的专案，因过因为这边落来意外，伫10月底之前会先全部拢顺一遍。若是有可能落来就先换，因过因为暗时车拢收来轨道断电，只干3点钟会当时间，全线2200片拢要换好，可能要2年。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台南有一个18岁生疏的少年家，伊无驾照载朋友出去佚佗，摔出车祸，弄死一个骑奥多拜的朋友。最近这几天有人把这弄死人的驾驶的相片甲名伫台南四界打，警察嘛接到报案，表示讲这款行为嘛是违法，嘛已经在调查咯。台南区的水平稳公园，一个人来遮行路运动，路过民众发现路顶煞互人搭一张姓苏查甫人的传单，那名姓互人公布出来，连相片嘛是。其实这单唔干那伫即搭，甚至伫咧后巷的涂骹，四界嘛人通看会到，顶面写着度假赛车的传单，后方即阵专门卡在后巷。这样就比较不好，因为他也没有确定嘛，法院也没有判他是怎样啊。伊可能是阮啊。有迄个正义感也是安那，但是咱也是要有法治的观念，应该透过这个警方啊。警方接到通报，嘛随赶到现场，甲单拆掉，因为这款行为恐惊已经违反妨害秘密罪，因会进一步了解发传单是谁。公园有张贴涉及刑案传单，
现在本分员派员到场，先将传单带回，再了解是否涉及刑法。传单内底写的18岁姓苏的少年仔，10月初4无驾驶煞赛车伫咧南162线医疗关日平台附近来回批车4至5抓，落尾拢是伊家己的朋友17岁姓杨的少年仔。发生车祸进前，姓苏的少年伫山路弯弯弯弯的批车画面，引起众人讨论。这阵离案发现场30外公里远的市区，煞出现这款传单。记者问死者家属，因不愿意受访，嘛表示无期待对方来抱歉，唔望赶紧甲后事办好圆满，案情调查好清楚。在肇事车辆内也没有发现违禁品及毒驾迹象，但是事后家属请求调查证据，当日本分局即依程序采集书名尿液送检，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目前这个姓苏的人还搁伫病院，伊互人质疑敢有假毒赛车。新化分局表示，已经送交检验，爱搁等检验结果。专案的以过失致死罪这个方向来侦办。另外，迈进一步来查，敢是有牵涉到公共危险罪。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高雄有5位民众半暝去爬寿山，去拄到一只2公尺长的保育类的蛇，因然甲蛇掠起来，人佮用铁棍去堵蛇，佮将影片传去网络。高雄市农业局是表示讲，这款行为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会要求因到案说明。哇，好大！这上面爪。哦，是吃饱了。现在金蛇啊！大约2公尺长的保育类乌鼻金蛇，都安尼互饲伫咧涂骹牛寸笑。这个名山丘半暝爬寿山，撞到这尾乌鼻金蛇，一群人毋甲蛇掠起来，人咧耍，甚至佫用铁棍甲蛇的喙吐开。规个过程佫家己录镜打起伫网络。因为有风声讲，这群人是茶山志工皇帝队的，毋过皇帝志工讲这是错误的消息。而且乌鼻金蛇伫寿山真正喊得快，这群人看到佫无珍惜，真正无应当。黑莓它又是保育类的，觉得这种行为是真的很不妥。因为有人认为讲伊是恁的皇帝啊，不是。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接到通报第一时间已经有派人去了解，而且有甲国家公园警察队合作，通知行为人来厘清状况。农业局表示，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野保法，涉嫌缴产虐待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将会依法办理。对此，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也呼吁，寿山有真侪珍贵的动植物生态，毋望大家来保修。我们就是以不干扰、不喂食，然后不要去接触它，那让野生动物它其实在那里可以好好的生活，那我们也达到我们的可以休闲的利用这个柴山都当做我们假日休闲的好去处。任意骚扰、虐待、保育类野生动物，最高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农业局表示，这个围山丘路尾虽然有甲乌鼻金蛇放进去，不过种种的行为已经违法，除了法制以外，可能还要面对刑事责任。记者邝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台南市政府启动无人机来防治天高热，派无人机4架去巡，特别是针对进前风台淹水的所在来进行监控。向外遥控操作，无人机爬上天，徛在的厝顶水塔挂，敢有积水看甲1清二楚。伫偏乡区域，大部分拢是做伙人，厝体有真侪所在摒袂着，无人机会当防止炭边网生炭。而且是属于较草地部落性吼，厝本地就较少，较老旧啦吼，一寡你讲尤其住喺遮的人吼，拢是比较中者吼。你讲要叫爬楼顶的无可能，或即个空拍机来协助着地方啦吼。我相信，即个4角找出来了后，对地方即个房子登革热吼，一定有足大的帮忙。依照防治天高热，拢爱靠人工炉巡查，亲像天高棍这种传统巡查工具，敢会当探测3公尺到4公尺的悬度，对大楼的厝顶也是无法度瓦困的区域效果有限。尤其是进前台南发生8年水灾，真侪厝体受损，行喺落雨积水，市政府出动无人机巡查，互防治作业尽快搁周全。在登革热防治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许多屋顶上有积水容器的。水塔盖子飞掉了，或者是说上面有一些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像一些垃圾啦或者是废弃物的，我们借着无人机来巡查，就可以做很大的帮助，让公务员节省了大量的公务人力。
虽然台南目前并无填到这本土的病例，12例拢是境外移入，不过附近的高雄，甚至台北、宜兰、甲桃园等地拢陆续传出本土的案例。疫情的风险要好好来处理，未来持续推动科技防疫系统，来补充人力顺差的无够。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统计，全台湾的电动车超过10万台哦。早起新竹市嘛举办电动车救灾的演练，模拟电动公车伫充电的时熊熊导火，网购当透过实际演练来了解电动车导火的时阵要安怎处理。电动公车的后车轮产生了大量的白色气体。电动公车充电过程中熊熊导火，消防救灾人员赶紧来到现场，利用机器人挖进车辆转水降温。消防局指出，电动车甲一般的油车无同，车顶的电池导火烧，温度过悬就可能会爆炸，对现场救灾的消防人员甲市民安全拢是威胁。锂电池的特性，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持续的用水可以灌救的一个这样的胶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锂电池的热裂解的一个效应啊，它必须要把整个锂电池浸泡在整个水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救灾的方式，我们会先以所谓的水雾的部分来降温，然后让整个锂电池浸泡在水中，让整个热裂解的一个效应来减缓。根据公路局统计，大新竹地区电动车数量是大都以外的第1名，其中每1000人就有8人驶电动车。在2030年，新竹市公车阁准备全面电动化，尤其这几年天气温度是愈来愈高，安全问题也受重视。会面对新式能源可能会带来的灾害反应，我们一定要做好12万分的准备。那在全市推动电动公车全面2030电动化，以及日益增加的电动车的比例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都会做好所有万全的防灾准备。除了透过演练提升电动车救灾能力以外，消防局也提醒民众，若是拄到电动车导火，第一时间赶紧离开车辆，随通知消防单位，千万莫想家己拍火，则袂发生意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北市大湖公园、甲玉泉公园这2个游泳池的厂商，雄雄宣布讲要关门。早起体育局甲消费者员工佮有教练开协调会，也毋过厂商煞无来，互大家真不满。体育局是表示讲，员工薪水的部分会先用厂商当初交的保证金来付。有民众拜四透早来到台北内湖的大湖游泳池要游泳，煞互人通知，干那营业到后礼拜10月13就要停业啊，互民众感觉真临时。是礼拜2啦，不是放3天假吗？他回来就说到这个礼拜啊，因为听说是员工薪水没有发啦。除了大湖游泳池，还有大泉公园的公有游泳池，也传出承包的厂商最近因为财务管理出问题，所以才会宣布停业。真侪员工拢是临时接到通知，因着惊薪水领袂到。他说我们10月10号就是所谓的明天啦，发薪日，他没有办法发薪水，他只能给你做一个什么？我写欠条给你。游泳池停业进一步会影响到会员退职的问题，甲劳工的权益。拜四有议员召开协调会，邀请体育局、劳动局来做说明。不过游泳池的厂商却无来到现场，也引起不满。业者竟然传讯息跟体育局说，他们人在桃园，不能过来。今天可以摆烂，开协调会可以不来，以后干脆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厂商都比照办理。体育局指出，目前先由台北体育局来接手，后续会重新招标，打算在明年4月会有新的厂商来做管理。也若即项员工薪水的部分，体育局表示会先对保证金落去扣。他们做这个出山招商都要有一笔履约保证金，那目前有800万是在体育局的这个账户里面。如果这间厂商他比如说基线员工的薪资，我们会依契约，或者我们再跟法务局询问看看，这个用履约保证金去偿还合不合理？至于说公司现在实际上口袋里有没有钱，这是一回事，但是它实际上就是有800万压在体育局这边，所以我们的立场，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可以用这笔钱来付。体育局指出，目前已经有103位的消费者来申请会员画卡退钱，也若针对雄雄无头路的员工，未来新的厂商是不是继续请市府表示，也佫需要讨论。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今年国庆烟火伫南投县草屯农会明仔载要动员20个家政班的成员，用冠军米来做3000粒的棒，要送予民众。祝大家做伙来祝国家生日快乐！
有的人切，有的人烂面册啊，嘛有人负责将气实包入去面册啊内底，配合国庆宴会伫南投县草屯顶龙会，动员20位左右的家政班员，要做会做3000粒棒，使用因去年伫台湾洲美达阵比赛中摕到金牌的台经交互美。家政班表示，会当亲手做来分送互来看宴会的贵宾，感觉真骄傲。头一届接到遮大的迄个数量，因嘛用着非常欢喜的心情来做这个米欧包，你有长官、来宾、外宾，好咱的米欧包飘香到世界各个角落。可以了。家政班员对拜三就开始准备材料，拜四透早6点外就开始赶工做面包。南投草屯净水场的面积有1300公顷，生产的高护米口感香国 Q。农会嘛积极开发高护米的用途，亲像这米做的国粉欧式面包，用因的冠军米加入米国粉，加入去嘛较袂易车酸。米不只是用做饭尔吼，甲咱的米下做咱的像咱的米粉安尼，咱掺入咱的米粉内底，迄叫做米谷粉面包吼，若较好消化，若较袂易车酸。草屯顶农会表示，希望透过米国粉欧式面包，互偌济人看到农民的用心，嘛互大家在国庆日做伙闻到家乡的香气，而且强调这是对土地的感恩，甲对国家的祝福。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中华北斗有一间今年初才打开业的独立册店哦，伊个是一间台语友善的册店，常常拢会办台语的活动，佮有台文册专区哦，要来推广台语，咱做伙来看卖。一粒鸡卵，一粒鸡卵，变做碰瓷脆。用趣味的手镜头仔歌，互囡仔人熟悉无共动物的外形。中华宝岛有独立册店，逐个月拢会安排无共主题的亲子广告活动。这道特别邀请台语共学团的老师来广告，囡仔人拢真自然开嘴讲台语。若是有老师会当来，甲下来带甲囡仔讲安怎讲，才会较标准的台语，这是一种环境啊。伫厝里啊，阮读绘本的时阵，咱拢用迄华语啦，家己台语嘛。讲车较袂练转，所以会当带囡仔来参加，听迄老师用台语来讲故事，我们感觉是足有意义的。这间今年初才开业的册店是宝岛头一间独立册店，因选册主题主要是以台湾的历史文化为主，也会办展览、讲座加讲故事活动，而且佫是一间台语友善册店，有说台文册专区嘛提供台语服务。办的较侪是华语的，既然咱华语办的开，咱是台语嘛当个试看卖。其实像阮这代已经是用要失去台语这个物件，咱的下一代敢有机会讲佮重新把这个语言佮捡回来，嘛，拢有真侪讲台语的人来遮，其实对阮家己来讲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册店表示，语言甲阅读拢是熟悉在地文化的一种方式。过去宝岛较少有这种艺文空间，真欢迎大家来遮看册，互相交流，透过阅读来认捌家己生活的一块土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今年诺贝尔化学奖昨公布，是由日本、澳洲和美国3学者得奖。评审是指出讲，因3个人创造出非常大内部空间的分子结构，互气体甲其他化学物质都会当藏伫内底，会当来保存利用化碳也是有毒的气体。未来会当来为减少污染和气候变迁做出贡献。斯德哥尔摩水电皇家科学院宣布，2025年化学奖由北川景、罗伯森加亚基共同获奖，表彰因伫金属有机框架 MOFS 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应用金属节点加有机分子，搭一个敢若是厝的牛条啊同款的纳米康网络。I think the amazing thing about these materials is that they, I would say in a gram of material, which is no more than a sugar cube, a European sugar cube, you have space that is equivalent to an entire football field. And that's why they're so exciting about storing gases and trapping gases. 学界讲 ，MOFS 就敢若是外表细内面大的海绵，调整伊的化学性，就当互水利用化碳或者是其他分子选择性的出入，都好多提升分离加储存的效率。で、私は偉いわけじゃなくて、もう本当にもう面白いことだけに突っ走って
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こと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诺贝尔奖委员会讲 ，MOFS 已经制造出几多万种的结果，怎么正伫咧向碳管理、环境净化、加催化化学反应等困难的问题伫咧研究，也被看作是工业减排、清洁用水的关键材料平台。公司新闻张伟玲、吴kỳ昌编辑。来看荷兰印度派的大师梵谷，伊捌伫19世纪的尾期伫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住一站，为真侪笔日头绘画是真出名。伊当地有一个好朋友鲁林，梵谷嘛为伊甲伊厝邻的人画真侪笔画。最近荷兰的梵谷博物馆就头盖来展出鲁林家族的画像。老大喙鬚穿着蓝色、纽啊是金色的邮政制服。这幅图内面的这个查甫人鲁林，就是梵谷1888年到1889年，住伫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雅尔地区时阵的好朋友，也是伊重要的支持者。荷兰梵谷博物馆最近有鲁林家族特展，和梵谷甲鲁林伫100多年了，搁在相见。博物馆发现，鲁林伫咧图内面坐迄个椅啊，本来就收藏伫咧馆内，这边也特别提出展览。Well, as it turns out, we had this chair in our collection, but we have never shown it before. And it just shows you when you start to work on a topic, in this case, the Roulin family, on the portrait, all kinds of things you might never have thought about before come up. And it's really exciting to rediscover, as it were, your own collection. 梵谷迄当阵替鲁林翁仔某也个因的囡仔，总共画26幅图，伊用高档的笔触加强烈的色彩，画出鲁林伊的职业身份加定调的个性。因有诗意的艺术语言展现鲁林因母的母性光辉，一个因也个是幼儿的查某囝纯真的面貌，感受家庭的温暖。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family for him. They are good friends of his, and they take care of him when he is in a difficult period of his life. The friendship starts probably at the local cafe where Roulin is often to be found, and Vincent as well. And he asked him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it as a model for a portrait, and that's how it really starts. 因为梵谷伫咧雅尔时期所住黄色的厝，这边特点也用顶比例大细重新展现，互大家感受梵谷迄当阵画图的情形。伫同一个时期，梵谷也个画出日头花甲青叶这款经典的作品。有人认为这段期间是梵谷伊作品的巅峰时期。这项鲁林家族特点，互大家看到梵谷人性的温度。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